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阮节目的挑战，阮的题目过5关饼奖金上侪3万5，请讲你咋登去哦？好，今来介绍咱两队来宾，阮这边先来，嘿，是甲学生讲台语哦。咱来队长大吉。大家好。哎，大家拢老主讲大吉，不要讲台语哦，台语讲得真好呢。有啦，嘿啊，所以讲咱这边是拢专门来摕奖金的，而且重点来哦，要摕奖金是家己报名来的。是哦。是，因有一个代表叫做阿嬷。哎呦，因阿嬷哦是咱的忠实的。观众粉梅啦，我来个请你来吗？一定要个请你来啦！阿嬷你好，哎呦你阿嬷哦，大刚拜1个拜3，逐礼拜哦拢有看阮的节目哦，嘿，所以讲阿嬷，今日你会想要来比赛无？哦，我今日是来看阮孙啦。哦，恁孙，叫孙得分啊，摕奖金转去互你就对啊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孙有乖无？有，阮孙真认真，读册。哦，赞！啊，你逐拜1个拜3拢会看阮的节目哦。有。今日报名的吼，咱来甲列出来，看啥人遮尔好，替你报名。好，来介绍咱的队友。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罗珠华。哎，啊，我是一个国小的老师。是。啊，我较趣味的就是讲。细汉的时阵，若讲台语会去用发钱。我这到生囡仔了后，我若无讲台语，会互大家啊念。所以，阮两个囝台语遐尼好，唔是妈妈的功劳，是阿嬷的功劳。是阿嬷的功劳。阿嬷专工吼，就是今仔日要来验收。好，你去外口等一下哦。阿嬷等下休。咱好啊，来介绍你的孙。好，再会哦。哎。介绍你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风水，安尼我是建筑系学生，啊，我目前我的闽南语的进程是C1。对，咱就因为你对啊，安尼啊，就只足大，因讲阮阿嬷咧看，啊，今仔拄好是阮老师的生日。一定爱表演了，阿嬷看，甲老师看，因为你学的啊。哈，欢迎你哦，甲3万5摕阿嬷看。哈，好来，讲啥嚟去？大家好，我是魏宗林，平常时啊除了读册以外，嘛搁伫咧细心广播电台做主持人。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讲啥嚟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子纯，我即马是台文系硕士生，啊，我嘛是明道中学的老师，就是因为我拄好伫明道台语的营队是识风水，所以伊的台语比我较好，所以我就叫伊学长，这嘛是伊找我来这个节目的原因。咱听，换咱来欣赏因的迄落介绍。好来，欢迎了，阮这队叫做带仔红姨啊，欢迎咱的辣妈。大家好，罗丽塔啦，对啊。我顶摆来我是有摕到奖金的呢，对啊。迄样子有啊无？迄遐是有啊，啊，即摆生出来啊。生囝啊，我甲你讲，阮无咧娘的啊，阮即摆若是输，就是阮娘伊。原来是啊，所以讲阮嘛是有两个字台语的正字啦。来。生囝，生囝带福气来啦，是啊，今日出来嘛是拢祝福。拢你的囝哟，来，一个。美秀姐阿雄兄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问心，我本身是咧做看风水甲命理的。啊，我较早是17岁的时阵，差不多20几年前，较早是咧卖盐酥鸡，啊，迄时阵定定甲人客咧开讲，就是拢讲台语啦。是量，名算完了就来啊哦，第二条哦，好来介绍你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我是生囝了后，妈妈会救车。我的工课呢，就是甲妈妈的丢零的时阵呢，甲伊用我的技术甲伊创好，安怎讲，就是嘿，甲伊接出来，然后吼，囡仔有通好，嘿，食零有通好食，啊，搁再来呢，我会当甲我的技术用好妈妈的身材，所以你会当看洛丽塔的身材，即摆恢复，欢迎你再介绍你去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将啊，我过来啊，一年无见啊，我有变较瘦无？应该是无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是来
找查某朋友的。我会讲免着急，对啦，自然来就好。对对好，对，我先去找你饲我的巴肚。我有需要啦。是，好，欢迎你来第3万来来来，好来，恭喜你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人气人爱的古明。我是第4个，阮一条龙服务啦，我是第4个关卡。对啊对啊，你是做什么？我这台北市卖厝的。盖高水，有盖高水啊！如果今日真正有爱真拼咧，爱拼啊，毋过这嘛毋是咱通啊决定的，爱互咱老师来决定哦。是，爱欢迎今仔日的顾问老师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不管翁的囡仔也家己，逐工讲台语，人生有意义。即摆大家用一粒大爱心，讲阿嬷我爱你，阿嬷我爱你。盖高水，好，今仔日第1回合主竞赛开始。大家来斗鼓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鼓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鼓。你一句我一句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台的时阵，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安怎？哦，若是有超能力哦，我上想要安怎4个字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手台。哦。好来，讲第一个。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飞上太空，飞上太空。飞上太空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飞。好来，飞上太空，换你头。若是有超能力，我想要飞天遁地。哦，飞天遁地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讲一届咁好。飞天正地。哦，来，老师飞天正地对唔对？正确。连续2摆啊！安尼啦。老师嘛，这个要做效果哈。真的，健康啊！健康啊！今日个想哦，健康。好，来这边。好，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世界佚佗。世界佚佗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嘿，好来。好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想要环游世界。哦，环游世界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恁即摆爱甲迄个超能力爱做较大zan呢。哦，好，来我这边。袂使去佚佗啊！吼，袂使去佚佗啊！你先讲。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永远袂死。永远袂死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嘿，大家拢想的来。若是有超能力，我想要永远少年。哦，永远少年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啦。好啦，嘿，袂使讲英文啊！英文无啊。无使讲，来，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登去过去。哦，登去过去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真高。嘿，好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变成鸟啊。变成鸟啊，老师对唔对？啊，你要创啥？你去看人生身躯啊！来，好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就想要做好野人。哦，做好野人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变钱是无？好来，若是有超能力，我上想要催眠别人。催眠，换一个。爱较特别啦，老师我就讲较特别啦。超能，我上想要透明人间。透明人间，听无？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啦？透明人间哦，来，老师透明人间，人间唔知诶。啊，都听无，我无超能力，我听无。我嘛听无啦。来，不要紧，首先，恭喜你了1分哦。咱来看老
老师有超能力，会通啊了解你的意思吧？来，老师，你敢是想要互家己变做温馨啦？对啊，嘿，跟阮要想的共款，看人洗浴。安尼，嘿，互警察抓去啦。所以就是讲，伫迄个超能力爱落去发挥啦。爱是加想一寡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第一题尔还有两题咱还有2题哦。好，来手更好，听我讲，车手答咱带当试哦。好，来上啊，咱请出题。只要你愿意安怎，都唔惊安怎。是，只要你愿意安怎使你，都唔惊安怎使你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来，讲台语，我先哦，我先。好来，只要你愿意嫁互我，就唔惊无钱开。好，嫁互我就唔惊无钱开啦，老师对唔对？ Yes I do。来，只要我讲好，只要你愿意去运动，就唔惊大裤带。变大裤就可以啊。哦，变大裤。哦，变大裤。只要你愿意去运动，就唔惊变大裤。老师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来。只要你愿意去读册，就唔惊无头路。哦，去读册无头路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这样嘿，来。只要你愿意纳大钱，就唔惊无厝大。好，纳大钱就唔惊无厝大，老师对唔对？大钱。老师，无紧，你家举起来丢就丢，勇敢，这个该勇敢嘛。嘿，哎呀，入贷款阿妈当袂落去。大机会有啥物？好，你讲你只要愿意纳大钱，有当时啊，咱虽然你可能讲投机款啦，啊，不过咱一般来讲，你只要愿意纳钱，应该无大钱无分大细。我讲纳贷款，系啊，纳贷款啊是开大钱，嘿，咱较袂讲去纳安尼，纳是有当时是咱应该爱去做的代志，譬如讲你贷款。你应该去纳钱安尼，好，爱说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个机会，免惊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顶面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头路是做什么的人，一定爱注意什么？哎，头路是做什么三字哦，的人一定注意什么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头路是做驶长途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困眠。哦，驶长途啦，困眠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足水的句。嘿，来。看到伊雄想到，头路是做命理师的人，一定注意风水。哦，命理师一定要注意风水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应该有命理师的人来验的，我听来伊是注意美女。这题拼5000块，倒一队会当赢咧。头路是做什么三字哦，的人一定注意什么。好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好来，来。头路是做服务业的人，一定注意礼貌。哦，服务业礼貌啦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。头路是做顾囡仔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顾囡仔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顾囡仔安全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头路是做主持人的人，一定注意清查。哦，主持人啦，清查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。头路是做驶长途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困眠。哦，驶长途啦，困眠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足水的句。嘿，来。本来袂记咧，看到伊雄想到，头路是做命理师的人，一定注意风水。哦，命理师一定要注意风水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应该有命理师的人来验的，我听来伊是注意美女。好，正确。命理师拢注意美女甲对咧，来，哎这边，来。头路是做房地产的人，一定注意地点。房地产，
是房地房地产，房地嘿，产。房地产，嘿，对地点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厝价较悬。好，来，头路是做总铺师的人，一定注意实在。好，总铺师爱注意实在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。头路是做拍电影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台词。哦，拍电影的人爱注意台词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，你讲伊啊哦。我来。头路是做护理业的人，一定注意休困。哦，护理业的人啦，一定爱注意休困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护理业，勇敢，看看。老师这个真勇敢，但是勇敢。都位有叮答。好，不要紧，来分数先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听老师解释啊，来，老师。好，一般咱来讲，迄个业伊的范围较大，所以你若做护理师，咱较无咧讲护理业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第二就是讲，迄个困眠，其实你唔管是做倒一道，应该拢爱注意，尤其是司机，也是讲，应该是拢爱注意啊。护理师应该注意消毒啦。是啦，惊煮唔着消。注意不过困眠嘛是真重要，是啊，毋过，所以我有感觉讲，迄逻辑性较无遐强。是。咱即摆来看这分数，来看咱这边讲台语的。今麦有2分。嘿，来咱这边红领的。有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甲5000块的奖金放在倒位？5000块送互咱讲台语，恭喜！好，唔通演戏哦，搁有哦。今日第2回合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定歌机。台语望看卖。哦，台语望看卖就是望内面的物件哦，是即嘛伊本人一定伫内底啊，是这个物件其实无败害。哦，我先讲伊会发手啦。会发手无唔对，这若是来讲牵，嘛是造成伤害，会造成伤害哦。注意哦。嘿，囡仔其实较坏，伊有一个味，有手，嘿，有手，好，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请放。哎呦，这是人的手吗？这个？人做妈妈的，妈妈的手嘛。怪啦，都摸唔着，你莫提走啊，我都摸唔着。歹势啦。怎样？好来，玲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玲对唔对？对，足个。厉害！来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真正生囝后就厉害哦。是。伊就是迄个名称，伊讲的人是因为伊的形哦，佫会生手，佫有当时那人的形，佫因为营养价值，那像人参、人松同款，所以伊发音是安尼。另外，伊叫做红萝卜嘛，所以咱一般白色的白萝卜，咱叫做菜头，这个叫做红菜头。嘿，过来后一个啊，咱今仔未开始哦。好，咱佫继续哦，来。换人，好，第2位，我拄啊看到内面的物件，嘛是同款无败害，无败害，不过内面的伊的不倒来，可能有不倒内底是有物件哦，会包压的哦。我感觉伊有当时啊吼，会甲你教。因为伊内底有包啊吼，我提示一下，你咧提的时阵，摸的时阵尽量甲拍好开，你就愈知影这个物件是啥物。无唔对，伊有不倒啦，不倒甲钉落去啊，会出来。好，麻烦您咯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目睭看头前。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哎呦！哎呦！什么尴尬？什么尴尬？尽量甲拍好开。哎呦！稳嘞来。我可尴尬呢，迄落这应该是叫做。摸起来什么感觉？敢若一个定定的鸭，内底有底物件，安尼四角长长的，对，这应该是叫做迄落
迄个坑地的，迄个都叫啥？坑地的，坑地的，坑汤匙的。哦，坑汤匙的，对啦。诶，来，什么物件？道理哦，嘿，诶，食饭的，食饭的，鸭，有影内面物件？鸭，什么啊？什么鸭啊？坑地的鸭，哦，坑地的鸭吧。鸭吧。好，来，确定哦。来，老师，坑地的鸭吧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呦，阿姊，我知影阮会惊什么啊？惊啥？惊无准。无准啊！是，好来，钟林，你机会来啊！来，M B 阿爸，哎呦 ，M B 鸭吧，确定。内底这 M B 摸起来细细角角，头前搁粗粗。哦，你有摸到伊不倒内面的物件？M B 鸭吧，确定。确定。好来，老师 M B 鸭吧对唔对？正确。迄声会骗人。对啦。好，迄个鸭会当合顿，啊嘛当念做鸭，吼，啊内底放盐笔，咱就叫做盐笔鸭肉，吼。啊，因为伊是迄个一个底物件的，所以咱平常时台语可能嘛会当甲讲做壳啊，吼，还是壳啊，因为壳啊是伊就是会当吸咧安尼，吼，所以伊的名足济。盐笔鸭吧。啊，即马大家较现代的，就是用迄个布做的嘛。啊，迄款咱一般来讲，虽然因来讲铅笔盒，毋过咱台语希望互伊的伊的材质较正确的，讲鉛笔袋啊，鉛笔袋嘿，啊这是铁的嘛，也是塑胶的，咱拢讲鉛笔鸭吧。不过不要紧，即马已经1-1啦。1-1啦，加油加油！继续哦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3位啊，即马1-1咯。好，不过我拄则看到内面的物件，哎呦，哎呦，它拄迄有手啦吼，嘿，啊这就是有筋呐。对，而且伊通啊保护物件。哦，有影。我感觉伊有伤害呢。我要安怎讲？伊有一条筋呐，迄条筋你若处理较好势，伊就爱保护你；啊，迄条筋你若无甲处理好势，伊会可能会甲你造成伤害。啊，对无？嘿，无唔对。哎，这若关起来。伊就敢若亲像啥呀？敢若通啊开，会通啊关，会通啊开，会通啊。你若关起来，就真正会造成伤害。好，准备好啊！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家己望看卖，请开始望，温柔一点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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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望我头，嘿，望头到尾拢爱望着，头到尾拢甲望着，望着一条线路。好来，啊，不过我操！什么？我讲起来感觉。等，有你有望到迄条筋无？有类似，有吼，迄条筋足恐怖。筋有类似等，好嘿，啊，当时用的着。食饭食无完的时阵，哦，食饭食无完的时阵，这对伊来讲根本无可能发生嘛。嘛是有啦，过年的时阵啦，嘿啊，嘿啦，啊，不过我即摆袂记叫啥。加油哦！要看麦啊！加油！了解你要看麦，你感觉伊生做什么款？爱安怎叫，咱就叫。哦，哎呦，咱靠啊，我靠我温嘛，无我懂。看饭。看饭，哎呀，看饭的，看饭的物件，哦，看饭的物件啦。好，来老师，看饭的物件对唔对？开始了，伤长啦。了解，我这边，咱你看你会通啊，互伊一个名无？你知影无？来，看饭大。哦，看饭大。哦，这是阿嬷捌定定讲吗？无家己。你家己看迄个看伊个用途安尼啊，是看饭啊一个大一个大个安尼看皮安尼。看饭大，好来，老师看饭大对唔对？你发音搁好清楚。来，看饭大，看饭大，好来，老师看饭大对唔对？歹势。哎呀，差你迄个音啦。对啦，我靠阿嬷嘛害头啦。哎，阿嬷无得读西呢。一定知啊。是吼。哦，等下咱问。但是咱爱还有一摆机会啊。啊，对，两届，好来。塔，看饭塔，看塔的呀。哦，甲塔去。看饭挂，或者是看饭塔。算看饭多侪。看饭塔好啊，塔嘞。好来，老师看饭塔对唔对？唔对。来，洪水爷，咱搁有一届机会。上尾一摆啊。看饭大，看饭大。哦，好来，
看本大对唔对，老师？哎呀，因为咱即马现代人较少利用这啦。好，我若甲你讲，迄个你若行网，你爱挂啥物？网打。网打，你就讲网打嘛吼。所以其实咱的答案虽然是要爱，伊叫做倒卡。倒卡。吼，因为咱台语的故事内底有足侪，伊就是甲迄个名词放在头前，啊动词放后壁，啊是譬如讲。这是倒卡，啊，咱有椅子嘛，哦，啊，搁有鸟鼠灯，哦，啊，搁有迄个网打，嘛是伊个动作，也是迄个物件，护心拍，啊，搁有迄个网啊，香，吼，拢是会甲伊安尼故事，所以咱即个是看倒啊顶悬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就是倒卡，嘿，毋是叫你倒卡，是倒卡，啊，伊以前就是惊迄个猫啊跳去你头食迄鱼仔啦，吼，还是头食遐物件，过来是迄个护神，惊去沾着，啊，较无卫生，会着迄个吼，啊，过来就以前拢是用竹米啊，啊，毋过足重的，啊，后来就是讲工业发展了后用阿鲁米的，啊嘛后来佫有塑胶，吼，啊，迄拢是会当砍落去防止，毋过紧大家佫撸起来，互伊佫较轻，啊，佫收起来佫较方便，啊，因为像网打，所以咱一般就是讲，倒打还是砍，拄则你家己发明，我是本地想讲，你迄字若对，咱会当互你对。看饭啊，伊尾仔哩对，因为咱饭是通称，吼，你去煮饭，毋过你有可能嘛有煮鱼、煮肉，佮有煮菜、煮汤，所以甲所有的迄个饭菜看好起来安尼。不要紧，咱即马共款1-1啦。1-1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哦，来换人。好，来，即马真刺激啊！哦，来，1-1。啊，若真正拢搁2-2，啊，敢有可能？有啊，有可能啊。哦，那有可能就是拢有奖金呢。是啊，袂卡嘛，咱嘛爱拼落去，是毋是？对，我看内面这物件哦，其实我感觉，伊有真侪迄落啊，吼，奇奇怪怪的物件。啊，只我会使讲者，这是真正歪哦。歪，啊，搁长咧大，真正。我会改地势吗？我足大来改地势吗？啊，莫，你会造成伤害，就系造成伤害。嘿，你家己造成伤害哦。较轻的，嘿，较轻，较温柔的。是。吼，好来，把这看到前哦。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较轻的啊！加油！哇，摸到未？两弄出来啊！哎呦，规个线啦！哎呦，两弄出来。手出来啊，搁摸者是啥物？嘿，我嘿来，你唱着。伊有刷刷的尴尬，刷刷的尴尬，烟软啦。然后有摇啊的尴尬，有摇啊的尴尬。对，盆栽。啊？来，搁讲一解。搁较大声的。盆栽啊，是盆栽。盆栽，哦，来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盆栽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来，请说。恭喜哦，你得第2分哦。对，另外咱会当讲，伊虽然是种迄个草仔色安尼吼，一个花草，毋过一般咱感觉水水啊，伫台语内底咱拢感觉是花，吼，就是水水啊的物件，所以喷花嘛会使，喷栽拢会使，喷花拢会当啦，吼，不要紧，咱即嘛是2-1啦哦，加油，吼，咱搁加油落去哦，吼，搁有嘛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即马最后一位啊，即马若2-1，若变2-2，哦，就平手啊。平手哦。所以讲平手，咱嘛是爱公平。当然。老师，我甲你问一下吼，你上惊啥？我做事人，啊，毋过我上惊抓。抓这种物件吼，阮的经费吼无够，所以讲无法度甲抓来。是，我嘛惊。毋过我甲你讲哦，阮吼去掠着一个吼，甲伊共款有喙齿的。那叫加着嘛是2空啦。对，嘿啊，阮即摆甲顶一下啦。袂叮当哦。袂叮当啊啦。袂叮当啊。嘿，爱温柔哦。温柔。好，来，咱把这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请开始哦。哦，两个呐。望起来就是会安尼尴尬。会尴尬啦，你甲看。对，会尴尬的顶册。
机，电子机，哦，电子机，看书，哦，电子机，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电子机对唔对？咱常常咧用的文具，伊的台语是咩来讲咧？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才开始哦。哦，两个呐。你无蒙着，无蒙着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你蒙着尴尬。蒙起来，老师，你去上班。蒙起来就是会安尼尴尬，会尴尬啦，你讲嘛？对，会尴尬的啊。是不是有你忘我袂晓掉？讲呢，不要紧，我会晓讲。好，你安尼翻好啊？看看麦。电册机，电册机，好，来，老师，电册机对唔对？哎呦，哎呀，来，不要紧，机会来啊，开会。电子机，哦，电子机，看书，哦，电子机，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电子机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就是讲迄个册已经是变做迄落型啊，是啊，所以你无可能搁去甲定，所以咱会当讲订书机，订书机，也是迄个订纸机，订纸机，你可以甲纸甲订做伙，是，好，你袂讲一本册好好，你搁去甲订啊，是，嘿，所以差一点点啊。哎呦，又爱讲法啦，吼，迄是文白音的问题，因为咱迄个就是讲书来。华语书，啊，毋过台语咱会讲伊是册嘛，啊，毋过咱另外迄字会当念做书，也是珠，哈，所以就是讲书佮珠，咱拢会当接受，所以订书机、订书机拢会使。唔通演去哦，系啊，咱第2回合第3回合，奖金搁较济啦。对，好，来，先看咱这边的讲台语，即马有1分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红影咧，红影即马有3分哦。所以讲这7万块先放伫倒，先放在咱红影这边，恭喜哦！好，袂当演去哦。起来，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斗阵拼输赢。是，这个回合就是咱10位，嘿，同齐啊拼一个输赢。通我讨论。咱即马目前的情况是偌济？是，咱即马吼，来咱这边，讲台语，讲台语5000，是，嘿，啊来咱这边的红影1万，好，来开始哦。好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款的人，咱会讲伊是赤脚仙啊 ？A. 算无准的算命仙 ；B. 医术无好的医生 ；C. 前后走的囡仔。好，来，进入10秒的时间。嘿，哦，赤脚仙啊，嘿，嘿，最特别哦。是啊，因为赤脚嘛。好，来讲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咱请是答案。哎呦，哦，咱有算好的来。B。阮这是听老师讲的啦。老师讲的。老师讲这确定嘛？对。对啊，我细汉定听，我迄赤脚仙啊，就是讲。袂晓医的，医袂好的，啊，你就讲，啊，迄都赤脚仙啊，哎呦，听阮爸爸妈妈咧讲啦，安尼若唔对，就是阮爸爸妈妈教唔好。哦，安尼哦，是，很正的。无我伊就讲烫只脚，会跟那脚后行，脚后走。你讲嘿啊，行，脚后走，脚拢袂疼呢，足够白。哦，囡仔哦。嘿，我是安那有。所以一起死啊。哦，啊，连讲你若是看到罗丽塔的囡仔来要行时阵，你敢会敢咩？我就会安尼讲，真正是赤脚囡仔呢。你咪有被讲话呢？你朋友。不管咱啦，伊这个方法其实嘛是袂歹啦。嘿，无定着就是伊的真正伊的囡仔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 A、B、C 拢有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
前的你袂当想讲，咱即马咧去病院看医生。以前的人，因咧若破病有几啊种方式，譬如讲去庙林求药签，吼，还是讲有诶贴迄汗药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是假鬼假神安尼，所以有当时也会感觉讲，以前若较有道行的人，拢穿甲较凊彩是夹一支网绳啊安怎，所以伊赤骹若像是较奇人的感觉哈，所以就叫伊赤脚仙啊。另外就是讲，即个赤脚就是感觉伊嘛是无够体面，吼，无像以前开汉药店，可能遐真正仙呢，因就较厉害。所以即个赤脚就是有两种迄款来源。啊，过来因为以前拢是伫个无真正无医生管，所以拢有悬壶济世，所以伫个路林还是一寡市仔内底，可能因就是走街路。啊，落去看像有病，就入去甲看一下，所以嘛叫做走街啊仙。走街啊，因为以前有当时啊，就是讲算命啦，还是讲这医药的方面，拢会夹做伙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嘛甲这个赤脚仙讲是网络啊仙，因为就是会讲骗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叫拍伊的时阵，就真正爱注意些啦。好，来咱遮4条命，爸爸妈妈真正对啊。嘿，不大了。好，来，咱这边2条爱甲因拼哦。拼。好，来，咱试后一题，继续哦。继续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红姨仔的头定定的秃头，风俗内底吼是虾米人来送礼给红姨仔，就会使改善这个镜头咧 ？A 阿姑 ，B 阿姑 ，C 阿姐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这应该是嘿，阮拢有送过啊。对啊，安尼讲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7、8，来。哎呦，你选的是阿公。哦，阮是分散风险，叫阮的啦，叫阮的，叫知啊。你嘛唔知？哦，唔知，无这个困扰。无这个困扰。我都知，无这个困扰。哎呦，真伊遮哦，即嘛阿哥、阿姑、阿叔拢有啊。亲戚拢来。我这边足肯定，阮这红爷足肯定就是阮阿哥啦。阿哥。嘿，来。阮家有2个人听过这，是有2个人拢知影。是。我有老师会当解说，来老师请。因为阮的囝，细汉的时阵嘛有头壳有秃头，嘿，然后老人就讲迄是孤路，所以阿哥要送鞋啊，给囡仔。来 A、B、C 拢有哦。拢有。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人讲生孤路穿孤鞋，发孤气，食孤米，吼，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拢甲阿哥有关系，吼，啊，是因为伊是安尼的孤路，毋是安尼像迄高速公路位中哦，是因为伊遮安尼一直磨，所以是为倒乡正乡中连伫后壁遐，就是那一条路安尼吼。啊，为虾米会安尼？一来就是讲，有可能是枕头安尼磨来磨去，啊，毋过枕头磨来磨去是因为囡仔因出世了后，就是迄头毛因需要落去换，而且伊是咱人生第一个更年期、更年期，所以因一眉大一寸哈，所以伊迄安尼发的是嘛是因为伊拄好为母伊个阿母的身上安尼出来，伊的荷尔蒙需要做改变，所以阿母会定定生了，定定落头脏。啊，囡仔嘛是共款，因要开始过家己的生活，所以这条孤路唔免烦恼，伊会个发头毛出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啥物生孤气、发孤气、食孤米，吼，迄是因为伊就听讲迄个鼓的音，啊，就牵互阿姑叫阿姑爱送。啊，其实要食米的是因为伊有喙齿了，就开始爱食物件，所以就是爱送一寡迄个囡仔会当食的物件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阿姊，你就是姑姑。嘿，我阿哥。嘿啊。有以前我送过。对啊，哦，所以你专门呢？对，因为咱看到迄嘛是讲礼俗，咱嘛是爱行一下，不要紧，好你家在，咱搁有一条命留咧。好，来麻烦
是一个后一个继续哦。好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小金纸的传说甲什么代志有关系呢 ？A. 神明托梦给皇帝 ；B. 假影的银票 ；C. 就是推销买纸的步数。好来，2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神明托梦。嘿，也是讲哦，假银票，嘿，啊，就是讲推销买纸的步数啦。商人的那个步数。无唔对，来听下讨论咯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来个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你是算这我是应该是较早咧看迄网络的迄个物件看到。哦，网络新闻啊。系啊，新闻诶，拢看到，讲是较早纸买袂出去啊。卖袂出去啦，所以讲用小推销的啦，推销来甲人一个撇步啦。对，好来，先给你讲。因为我有囝，所以我都会买册，互我的囝看，啊册顶悬就有写迄由来。好，这个一条龙，较想要恐怖。来，起码3位拢是是哦。咱来看的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是东汉发明纸的人叫做蔡伦，蔡伦呐，啊，足菜的安尼，无咱华语、台语南做伙，啊，伊有一个徒弟仔叫做尤秀才，真正足秀才，所以足巧的。所以当阵拄开始纸卖袂出，啊，上到利用的就是咱人迄款引起伊的惊吓嘛，吼，甲即马推销物件同款呐，所以伊就甲。为这个你来敬神明，神明较甲你保庇，吼，所以伊就叫因落去烧金纸，吼，啊落去迄个敬神明，较会得到福气。另外就是讲，伊这个金纸，那金色的咱叫做金纸，是咧拜神的，吼，啊若准讲是咧拜阴的，迄是叫做银纸，所以是较白色迄款的，啊拢同款意思，拢是烧一寡迄个金纸安尼。真正要拼输赢。上尾一题咯。上尾一题啊哦。关系2万块哦。足恐怖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台语是对国外来，你敢知影倒一个词就是对法语来的 ？A. 杀文 B. 马西马西 C. 真气。说文啦，因为马西就是朋友来看一杯，干一杯嘛，应该是日本啦。我有看迄本册叫做《台语原来是安尼》，内底就小解着杀文安尼。B 就敢若是日本话啦，啊 A 加 C 阮两个一人选一个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倒一个词是对法语来的，讲过回来报你知哦。哦，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哦 ，C 真 Q。Q 哦。好来，今天哦，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。好来，咱请是答案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来哦，厉害哦！来，你选文。哎呀，说文啦，因为马西就是朋友来看一杯嘛，应该是日本来，马西对吧？日本来啊，但是说文应该是迄个风水应该知影啦。哦，风水应该知。你两个足肯定的。我有看迄本册叫做《台语原来是安尼》，内底就小解着杀文安尼。哦，有介绍过的对啊。所以讲这边嘛是真肯定，就是 A 啦。好，好来，咱这边有2个答案哦，是咱的妈妈洛丽塔。阮嘛是有的，阮的 B 就敢若是日本话啦，啊 A 加 C 阮两个一人选一个，一人选一项。好，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这个就是要特别讲为法语来，啊，所以伊法语内底是沙文，听起来就是沙文的音，吼，啊，伊个传去迄个日本过来安尼，啊，毋过因为咱沙文的讲法有足侪款的，吼，譬如讲这个
折嘛，芳折，好，而且咱用折，迄是乌色的意思。系啊。啊，毋过即摆纱纹拢有足侪种色的，好，所以古早伊做出来是迄个乌色的，好啊，所以咱就叫做折。啊，因为后来甲伊用好芳芳，啊，毋过伊内底上主要是会放一寡迄个石碱，啊，石碱，所以伫日语内底咱会叫做 secant，啊，中国迄就是讲古早应该用猪的腰笑，就是胰脏，然后佮淋一寡迄个板油，就是伊的油嘛吼，啊佮嘛是加迄个 can 吼，就是石碱安尼，甲悄悄的了，所以因叫做华语叫做胰子，吼，啊毋过咱金门话内底有叫做鱿鱼，所以鱿鱼嘛是纱纹的意思。毋过个另外一种会当去这油带的，咱就是伫台中叫做地箍。啊，迄个地箍伊是因为用地油制成的了后，剩咧泡，足特别的。你迄泡落去洗是无油的，因为油拢积了啊。所以咱伊甲做一个那饼形，安尼圆箍仔形，所以咱就叫做地箍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所以讲哦，咱这奖金两边拢摕到2万块，拢摕到。对。啊，那拄啊，叫拄啊，伊个塌起哩。是，塌起哩吼，咱讲台语的，起码是25000。25000。是。啊，那咱这边红领是3万哦。超过5000，所以讲啊，阮就是吼较歹势，阮爱吼。分数悬的去拼啦，好，来，咱同齐来哦，好，进来咱的俗语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抽奖金咯！奖金即马偌济？哦，咱即马奖金是3万块。嘿，洛丽塔，叫牌哦吼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开始。玩家变什么？变什么？玩家要进来过来。下床后安怎？下床后放屁，不是哦，是嘛？后不是过来。放红。不是过来。马红的要进来来。什么豆腐？5两。5两豆。5两。来，第一遍，来，过来。康气。加紧点。好，咱这个玩家吼，伊会当做名词嘛，当做动词。啊，伫即大家是迄个名词，就是结冤仇的人，后来煞变做亲家，亲家就是好好的意思。所以即个就是讲原本无互相无原谅的人，结果互相原谅了后化解去啊。然后第二个是尻川后骂皇帝，皇帝高高在上，一般的人是唔敢去骂伊。吼啊，就是讲这个讲大家，就是讲你敢若家己讲迄尻川后话，吼啊唔敢面对迄个去讲去。讨论就对啊，哈，所以敢若伫下底黑白骂尔，你真正皇帝是还袂起哈。过来有量就有福，因为咱一般的福气虽然这有2种意思哈，意思叫咱爱有度量啦哈。啊，当然有的人伊若身材顾无较好，啊伊才是度量足大，伊就讲我这是有量较有吼。啊，总讲一句是啦吼。嘿，过来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这款拢是较好趁钱的行业，啊，毋过即句话又较迄个拢是有的是趁无正确的嘛，是趁钱。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，第三开查某间，啊，毋过咱是上好爱正道落去趁钱。过来是一耳空入，一耳空出，所以伊根本无甲听入去心内，嘛无甲听入去头壳内底落去思考。所以这就是讲一个人根本。第一是记袂牢，第二是你无去尊重人，也是讲你根本无挂意这件代志，吼，安尼拢是较无好的习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安尼拢了
了解意思啊，吼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者奖金偌济？哦，因即马剩29秒，所以奖金有29000块。好，咱即摆起来去颁奖。哎，来，颁奖。上义我来排，恁知影讲恁，因为常常看嘛，吼，是恁知影讲阮有一个 app 会当迄落下载嘛，因为阮这是免费的，你当下去download落来，就通下练习，练习了后你感觉成绩袂歹，来，欢迎你来报名，阿妈再过来报名哈，阿妈来报名啦，来啦，好，来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多啦，谢谢，大家有地位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，感谢，老回这个来，赞，谢谢大家，同来。